大家好，欢迎收看2礼拜1摆的代志挂大条，我是苏晴。最近全台湾农欠水雨水量创下50几年来上佳纪录。依照水利署立委公布的考函意见来看，为新北市南口以南一直到高雄市拢是减压或者是减少供水。 这嘛，和各县市的人民生活甲产业拢受到影响。水利署顶礼拜伫新北市进行 RO 级移动式净水设备的操作演练，提供再生水给工业用户使用。嘛开始评估要伫科学园区弄井。农委会伫去年底就宣布，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甲嘉南部分地区今年的一期就做休耕。 但是到目前为止，中南部的农作休耕面积是一直增加，创下历史上悬的纪录。特连有落水溪水源的彰化水嘛无够用。大家若有省水的撇步，赶紧伫影片下底留言分享。若看到路边流水嘛，唔通当作无看到，爱马上通报自来水公司哦。根据国际评比报告，台湾是世界排名第10位的欠水国家，不过水费负担率却是世界排第2低。 所以，立委甲环保团体就来呼吁政府爱检讨水费的合理性，上无爱符合原水的开发成本。最近紧张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减压甲减量供水，但民众党的立院党团3月12开记者会，讲伊该趁这个机会重新审视水资源分配甲水费的关系。台湾民众党团指出，每个月用水量超过50度的户数，敢若占总体用水户数的5%。 但是用水量却占整体41%。台湾的水价平均起来大概是11块，我们一般市井小民用大概20度以内啊，1度大概是7块多到这个9块多。那工业大户一个月用4万度以上的多少钱？才12块。 来回相差3块钱，你们觉得合理吗？环保团体嘛表示，2016年政府捌提出的耗水费，应该爱来实施伫用水量较悬的用水户。一般用量的民生用水嘛，就依照用水量来调整水价，上无水价就爱反映水的开发成本才会使。这个水价起码要反映我们现在原水的开发成本。我们现在1度的水费大概只有10块钱左右，可是我们的就是原水的开发成本都要20-30块钱，它其实水价应该要模仿我们的电价，就是根据它不同的用量，合理的用量，然后定不同的这个水费。针对耗水费的部分，水利署表示，目前又搁伫了解收耗水费对产业省水的效果，已经有甲产业界沟通收集资料，推出的时间也未决定。那目前各项的诉求我们都已经分析了。 那也大致上进行了分析及方案调整。那我们会在跟各界做最好的沟通以后，那再来提出。水价汇率就要台湾自来水公司提出计划，送到经济部的水价审议委员会审议了后，才会调整。台湾自来水公司讲，最近拢咧无用调水，目前也无调整水价的计划。记者郭碧君、张水台北报道。 顶个月，中国高一民表示，台湾的往来验出有害的微生物，3月开始要暂停台湾往来进口。根据农委会统计，台湾往来平均年产量大约42万公吨，外销占总产量的1成。去年出口中国大约是4万多公吨。虽然整体看起来占的产量无悬，但将近15亿的产值，有缘影响到农民的收入。 农委会鼓励民众会当资本往来，嘛有咧直接其他的外销国家。那台湾民众热情参与，日本方面嘛来斗相挺，伫4天内暂时化解第2的危机。这件事件等于是一个警报，为着降低农产品外销太过集中伫高一个国家，官方甲产业嘛咧检讨农产品的加工甲市场开发。美国在台协会员工餐厅也阁杀出全往来菜单。 不过，大家莫着急，4月才是往来大出上好食的时机。嘛，莫袂记哩，台湾出产的其他果子菜色拢真赞哦。工作人员当日无用甲往来装入去箱仔内底，准备要甲这往来销去香港。为了了解家己县往来外销的情况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中4号来到家己县，向农民说明外销的进度。3月1号，中国片面暂停凤梨输出之后，那
包括其他的16个国家的订单大幅度的成长。那我昨天已经有特别说明，到日本所有的通路商已经确定的订单已经有超过5000公吨。陈吉仲表示，香港目前甲中国是无同的关税范围，所以外销香港的订单目前阁无受到影响。而且虽然台湾一寡往来品种中国已经有人在种，但是相信台湾的品质更加好。当这一次的危机让我们可以把凤梨输出到日本为主的这样的市场，我们都可以走到日本了。日本的要求这么严格，那我们绝对可以走向全世界。家己园长洪忠良表示，家己往来产季是4月到8月，一年外销的产量是3600吨，目前已经接到国内外真侪订单。除了要求厂商要顾好往来外销的品质，嘛希望未来会当加强往来加工的部分。我们所有的国人都卖所谓的凤梨的加工品，而不只是凤梨的生鲜产品。那这一点，我是认为要通过这一波来建立我们凤梨在台湾人的印象跟它的定位。农委会表示，2年前就开始甲外销中国的水果，豆豆转卖去别个国家，降低政治风险。今年目标有希望超过20亿。嘛，希望甲中国方面以农业专业的态度，争取解决这个往来禁止外销的事件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中国政府透过手段损害台湾利益，嘛强硬打压国内外真济地区甲民族的反对情绪，亲像破坏香港一国两制、新疆维吾尔集中营、限制内蒙古地区的蒙古语教学等等。在1959年，西藏民族甲中国解放军发现真严重的武装冲突，所以第14世达赖喇嘛出走去印度，成立西藏流亡政府。即阵已经经过62冬，将近15万的西藏人士抑阁流亡海外，因的脚迹遍布世界，包括台湾。今年3月，因会举办游行活动，提醒台湾甲国际社会反对中国政府的暴行。这几冬，真侪民间团体也向政府提出诉求，希望赶紧通过难民法。这个难民法是自2005年民进党政府提出草案了后，一直到2016年，国民党一个立委黄昭顺并案败审，通过一套了后，到今也无任何的进展。是讲人权拢是基本，而且是优先的价值。面对促进国际人权，台湾敢真正有决心扮演更较积极的角色。规落来磕头，点伫台湾的西藏人士用西藏特殊的磕长头礼佛方式，感谢伫310恐怖前后不断继续抵抗中国暴政的西藏人民。另外，伊嘛参台湾公民团体用行动剧重现1951年西藏政府伫中国武力威胁下签订的17条协议的情景。枪子，赶快起，前面。这个鞋子都是不对啊。今年是西藏恐怖的62周年，点伫台湾的西藏人和台湾民间几两个公民团体，已经相连续18冬，伫台北做伙举办大游行。这摆除了立委、政党代表，受到真侪西藏人尊敬，以及达赖喇嘛伊动的纪念灯活动，嘛倾心参加。虽然侵占和压迫我们的是中国，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华人社会里面。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西藏，支持西藏，而这样的支持对西藏人，特别是对境内西藏人民来说，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鼓舞。代表民进党参与活动的副秘书长林辉焕表示，台湾是有能力协助这寡民主受到迫害的国家，让因伫台湾人权受到保障。台湾是一个有能力去协助周边这些受到迫害的民族或这些朋友，提供他们所需跟他们需要的帮助。那这是我们重要的价值，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持续这样的努力，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，大家齐心来做这件事情，然后让更多西藏的朋友，或是甚至香港的朋友、维吾尔族的朋友，大家都能够在台湾找到一个获得这个照顾的机会。不过，政府是不是有法度提供实际保障，亲像难民法的修正？立委范云是讲，目前也需要更较侪讨论。那我想，关于难民的问题，我们还要继续再努力，因为台湾目前还不是一个法令上被认可的国家。那怎么样做难民法，我们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讨论。
西藏自1949年开始受到中国的武力迫害。1951年签订有真大争议的17条协定。1959年3月7日发生恐怖行动以后，目前有15万的西藏人流亡海外。今仔日的游行、网络嘛全程直播，毋望全世界拢会当知影西藏目前的状况。记者杨淑晴、曾佩文台北报道。2013年，原住民族本论的王公路因为自用需求，提矫情拍保育类动物，和地方法院按照非法持有枪支加偷掠保育类野生动物的罪名，判3年10个月。这个案件因为牵涉原住民拍猎文化、生态保育加自制猎枪的危险性，原住民族加人权团体伫审判过程做伙抗争，落尾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。2017年由最高法院申请释宪，今年3月7日伫宪法法庭举办言词辩论。伫辩论迄日，内政部、警政署、农委会甲原委会才相关机关拢派代表出庭。农委会表示，已经提出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修法版本，要将偷掠保育类动物去刑化、该罚款，嘛要放任原住民族自用需求的拍猎。不过，原本的条文有争议，修改版本动保团体嘛无认同。警政署讲要请国防部提供安全的枪支零组件加教育训练给原住民族，但是这个做法，当事人甲大法官嘛拢有质疑。狩猎不是原罪，骗人不该污名，骗人不该污名。化口号牙布条，王公路新县案的言词辩论3月7日早时开庭结束了后，几落个原住民团体伫司法院门口开会后记者会，向大众说明开庭的状况。言词辩论针对原住民敢若会使使用家己制作的矫情这个问题，内政部警政署开庭的时阵有提出新的想法，表示会使甲国防部合作，提供安全的关键零件，让原住民家己制作的矫情更加安全。我们会协请国防部提供安全的主要关键零件，包括这个协助材料、这个器械结构跟保险设计，还有验证的测试，包括训练跟能力的测验。我们相信它是可以是一把很安全的一个姿势，跟自制的枪支是一样，同样具有安全的。针对这个讲法，申请人王公路认为，这要是有安全的义务，而且若是已经愿意提供零件甲训练给原住民，是安怎无要规矩提供一支安全、堪得使用的枪给原住民就好？零件来给我们使用，但是要是说，那怎么不会说一次就拿好的枪给我们就好了？干嘛要说一个零件给我们这样？是相当就是好像不适合我们了。对，是还是有安全上的疑虑这部分的考量。对。王公路的律师团表示，大法官嘛是有问到，若是愿意提供零件，是安怎无愿意开放自式的矫情？而且若是内政部要设计的方案，应该爱先伫安全甲有效两方面挂保证。那其实律师团的立场其实很一致，就是原住民其实需要的是安全，然后又有效的猎枪，提供这个单纯的这个零组件就可以达成的话，那也不是不行啊，但是他必须要提出足够的证据，因为刚刚大法官也质疑了嘛，全世界到底有哪些国家是真的允许原住民，然后是使用这个自制猎枪的，但是这个内政部其实是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实际案例出来啊。今仔日的言词辩论庭讨论原住民拍猎的文化权、生态保育。甲矫情的问题，司法院大法官讲，未来1礼拜内底，还可会使使用书面的资料来补充观点。释宪结果出炉的日子会伫咧1个月以内公布。原住民的拍猎权会安怎改变？原民团体表示，希望大法官会使守护宪法，甲原住民的文化权利还互因。记者郭碧君、陈保罗台北报道。今年初，行政院性别平等处公布的报告表示。根据联合国性别不平等指数，将台湾的资料第一计算，算出来台湾的性别平等表现排世界第6，是亚洲第1。但这个排名敢真正有体现出实际生活？同款伫今年初，行政院主计总处发表的薪资调查，女性比较男性
需要加做51天才会使摕到同款的年薪。这表示做同款的工课，收入煞无同，是一直发生的现象。佮较免讲性骚扰的案件咯，受害者毋但受到打压，佮爱忍受外界谣言。2004年施行的性别平等教育法，针对学生建立性别平等的观念佮知识，但是真侪成年人抑佮存在封建的思想，这是要安怎解决？除了当面的性别暴力，网络时代嘛将这违法行为刷到线顶。顶个月行政院就公布所谓网络性别暴力的10种定义。包括网络跟踪、性威胁、性别仇恨言论等等，但所无完整的法律会当规范。民间团体甲反动派立委拢讲，这个版本无够有，呼吁行政院甲立法院需要搁再强化规范，而且赶紧通过立法。手机收到色情的图片，也是伫网络受到恶意追踪、教唆，所谓性别暴力的形态愈来愈多。11的时阵，8位无共党派立委甲民间团体做伙呼吁行政院，就要提出具体的政策。尤其民团调查，因为私密的影片流出去，感觉困扰的受害者上多。民众真的觉得伤痛，还是以性私密影像外流为居多。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，叫做仇恨言论，现在台湾并没有任何的法则可以去规范。所谓女立联名表示，目前的法律敢若针对伤害到个人的行为，有诽谤罪等等的法律会当处罚，并无针对伤害性别族群来做规范。而且2月初，行政院公布的网络性别暴力10大类型分类无够有，所以提出另外的版本，分做5大类型21个项目，亲像性私密相片也是影片，防乌白乱用、性别隐私的侵害等等，互外界来参考。立委嘛无分党派，针对私密外流影响的防治条例，提出13种版本的草案，呼吁行政院会使赶紧通过相关的立法。过去的性骚扰、性侵害就会演进到今天我们说的数位的性别暴力，所以定义上需要与时俱进。很多这些私密影像在网络流传之后，想要让它消失都没有办法消失。真侪立委嘛希望透过伫网络，卖起点、卖传送、卖下载，提起民众正确观念。针对记者会诉求，行政院性别平等会是回应。10大类的公布是参考欧盟等等的规范，未来会搁照外界需求做修正。记者陈雅文、徐凯台北报道。最近伫嘉义国强南院杀出新的展览，国强唯一珍藏的妈祖神像天后安然嘛头摆公开。除了静态展览，嘛有配合铺主配天宫甲北港吊天宫的导览行程，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去参加哦。以上就是这边的代志挂大条，非常感谢观众的捧场，大家赶紧帮阮点赞分享，咱2礼拜后再会。